不過唔好唔記得，喺末日嚟到之前，麥同稗係會一齊生長㗎。呢度講嘅唔係唔信主嘅人，而係指所有嘅基督徒。喺基督徒當中，麥同稗會一齊生長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究竟係麥定係稗，只要睇下你結出嘅果實，稗係唔會結果實㗎。喺末日之前，教會係唔會完全潔淨嘅，我哋亦都冇辦法潔淨教會。好開心我唔使潔淨教會，嗰個係天使嘅工作。跟住喺啟示錄22章，就喺聖經嘅最尾有一段耶穌講嘅話。啟示錄22章10到12節，佢同我講唔可以封咗呢本書上面嘅預言，因為日期近啦。不義嘅叫佢繼續不義，污糟嘅叫佢繼續污糟，為義嘅叫佢繼續為義，聖潔嘅叫佢繼續聖潔。呢段說話我哋要仔細咁聽，因為係上帝講嘅。上帝係話，如果你想做壞人，即管去啦，人生短暫，即管去啦。你想污糟，咁我你就再污糟啲。但係如果你要做義人，就要比而家更加努力。如果你想要聖潔，咁就要比而家更加聖潔。總之，你要作出選擇。